弟兄姐妹平安，周间信息题目：做与神同在的人。圣经放在来出拉创世纪撒大邦案杜鲁布瑞的古西瓦阿兹方萨个在都些等个萨个杜鲁啊都些39章1到3节。格里芬努亚伊斯玛伊尔Adam sau ji Yosef apatai ra i Egypt patakayon ng ra i tsay atapang ji Potifaran u kakaritan no ni simawai do hongdi no Egypt。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波提法是法老的官员，是护卫长。他从那些带约瑟下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中把约瑟买了去。Mikabut ko tapang ji Yosefan saga maparap mer no tapang ko purong no semak ningra itira i rumah no tapang ningra a i Egypt atam sau amarut jingra。 约瑟在他埃及主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是一个通达的人。Mahapi nang nuya tapang atam sauku bikaput no tapang ji Yosefan marahji amam minku ni semaka ningra。 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都顺利。神的同在就是神自己，神自己就是我们追求的标杆。神的同在是我们最想要拥有的，神的同在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满足和平安。在圣经中，我们看见神总是将他的同在赐给他所拣选的人，使他们能够安心面对不利的处境，靠着神的同在完成任务。约瑟被嫉妒的他的哥哥们卖给以实玛利人，又被转卖给埃及法老王的内臣波提法。波提法派他管理家务，他把所有一切管理得那么好，百事顺利，因为神与他同在。后来波提法的太太诬陷他，使他下到监牢，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在监牢里管理所有的囚犯，他需面对黑帮老大和形形色色的人，但他管理的有条有理，深得司狱的信任。因为神与他同在，做一个与神同在的人，定规是一个容神益人的人。一个人若要在生活中、工作中与神同在，一定要有一段单独与神同在的时间，否则会因着花许多时间应付生活上的一切需求，而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情绪，没有时间深入了解事情，只能顾及表象，在情绪受创时尽量的掩饰，但却会发现自己欠缺原本该有的同理心，对他人有不耐烦的冷漠态度，或者陷入匆忙的生活，成为工作狂。单独与神同在是把自己拉离人群的操练，为的是要给神全然的专注力，
独处也是内心宁静的状态，整个人在神面前安静下来，心思安静，专注于神自己，很帮助人察觉神的同在，并回应神的同在。耶稣经常找时间去旷野或山上单独与神同在，借着单独与神同在的时间，人的身心灵恢复到最佳状态，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与智慧，必要时也得到神的带领与眷顾，能面对日常的工作与任务。有位美丽的年轻混血妇人叫乔安娜，她像约瑟一样也在监狱服侍。她每天都去探访南非最多暴力的监狱，她所花的心血在平息暴力上有显得成效。她做见证说，神已经在监狱中，我只需要使人们看见神。单独与神同在的目的也是要看见神。神已经在你我生命中，也在你我周围。花时间单独与神同在，让我们有机会注意到神的同在，并且对此有所回应。假如我们天天有单独与神同在的时间，会感到自由和坚强，有能力面对当天的挑战和诱惑。单独与神同在，并不代表从生活中隐退下来，而是把我们在世上面对的事情、经济上的重担、骚扰我们的问题、受伤害的情绪与周围的人性格上的冲突，都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求神赐下新的观点还有经历，让我们带回去原来的世界。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约瑟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都顺利。神的同在就是神自己，神自己就是我们追求的标杆。神的同在是我们最想要拥有的，神的同在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满足和平安。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